外嵌指甲、嵌甲、倒甲或者甲溝炎咧，基本上都係指向同一個問題，就係、當剪指甲嘅時候咧，剪咗一啲倒刺，咁呢倒刺生長嘅時候咧，篤損咗啲甲溝側邊啲肉，引起一個慢性發炎。當我哋配合埋着一啲緊嘅鞋嘅時候咧，呢、個甲溝炎咧就會越嚟越嚴重，去到最後咧就行都行唔到㗎啦，痛到。咁我哋做診斷咧就其實好簡單，醫生臨床目診就已經睇到㗎啦。咁治療方法方面咧，我哋會用局部麻醉啦，將隻腳趾令到佢完全唔痛啦。另外就跟住將有問題嘅倒甲、嵌甲嘅邊位部分咧就切除，另外將佢啲倒甲、嵌甲嗰啲生長嗰啲組織咧，亦都攞走埋佢。咁呢個症咧就唔會再翻發㗎啦。當我哋做完啲切割之後咧，一般啲傷口咧都要洗1個禮拜到嘅。咁洗完之後咧，就一般就唔需要特別再做其他護理㗎啦。至於翻工翻學方面咧，就我哋通常1個禮拜或者幾日到咧就可以翻文職工作或者翻學㗎啦。做完呢個手術之後。